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斗牛鬼蛇神。西藏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诗词里，原意是指在宗教仪式上戴着面具化妆游行的一些角色，但在文革中古为今用，用于指代阶级敌人。藏语里并没有牛鬼蛇神这个词，有着众生平等和万物有灵等宗教传统的藏人很难理解把这四种各具禀赋的众生放在一起的隐喻。当然，这个难题最终还是解决了，牛鬼蛇神被命名为那这东给，那与这是神与鬼的意思，而顿与给就抽象多了，意味着灾难。实际上那这东给并不与牛鬼蛇神对称，勉强直译的话就是神鬼神鬼。因此尽管好不容易在藏语中有了牛鬼蛇神的专用称呼，但在口语里很多藏人都学会了用汉语来念诵这个词，似乎是与其用藏语说一个不知所云的牛鬼蛇神，还不如去学陌生而拗口的汉语要轻松得多。一位不会讲汉语的天文历算大师谈他在文革中的经历，笑着说，那时候我是一个牛鬼蛇神。而牛鬼蛇神这个词他正是用汉语来说的。在西藏，牛鬼蛇神的成分不像中国那样复杂，主要指的是以噶夏官员、贵族、仁波切、喇嘛为代表的三大领主。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牛鬼蛇神相当一部分是中共在1950年代至文革之前被当作统战对象的上层人士，更因为他们在1959年的叛乱中并未跟随达赖分裂集团叛逃祖国或弃暗投明，而为中共另眼相看。用参叛分子拉鲁赤旺多吉当过噶伦，因担任1959年3月拉萨抗暴的叛军司令，被关押6年。1965年特赦后，曾下访农村参加劳动改造的话来说，牛鬼蛇神都是爱国人士，而他这样的参叛分子是敌对反革命分子。他们当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但是汹涌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却出乎意料地混淆了这一界限。拉鲁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无嘲讽地写道，以前我觉得他们爱国人士过着幸福生活，而我呢，在1959年叛乱中犯了错误被改造，但现在觉得他们爱国人士也被拉来游街，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这时候不管爱国不爱国，参叛不参叛，他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都要戴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低下头来接受革命群众同仇敌忾的批判，这无疑是莫大的讽刺。纷纷被打倒的宗教人物之众多是触目惊心的。在西藏的传统里，喇嘛是三宝，即佛法僧之一，担负着引导众生寻求解脱之道的任务。喇嘛其实就是整个西藏的灵魂。然而在共产党的说教中，宗教是剥削阶级用来麻醉穷苦人民的精神鸦片，僧侣阶层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西藏宗教遭到了空前的诋毁和轻蔑，足以在革命中全部覆没。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一些为了中共政权浴血奋战大半生的政府官员、高级将领，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当然，牛鬼蛇神中还有大批的民间艺人、民间医生、民间医师、民间画师、游方僧人、苦修行者等等。有意思的是，文革结束后，参叛分子拉鲁赤旺多吉与牛鬼蛇神桑丁多吉帕姆等人的命运再度戏剧性的相似。
均在西藏自治区政协或自治区人大担任副主席或副主任之类的职务，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又一次充当政治花瓶，至今依然。形形色色的积极分子，而这时候被一言以蔽之的红卫兵，其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迅速扩展到整个社会的许多阶层，由最初的学校蔓延到各机关单位、居委会、工厂和农村。这样的人在当时另有一个称呼，积极分子，藏语叫做呼尊巴或者呼尊简。积极分子的产生由来已久，早在1950年中共进军西藏，便在许诺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西藏的同时，着力于精神上的洗脑和物质上的私会，吸引了不少底层藏人从此追随，甚至还有上层藏人中的热血青年。甚至可以说，中共之所以能够在西藏建立起群众基础，正是因为洗脑教育的成果，如反复灌输剥削和压迫的含义，以及对佛教中来世和因果观念的否定等等。1959年评判结束之后，通过民主改革，中共在西藏既划分出了3大领主，也划分出了积极分子。这以后历次的运动，如三教四清，直至1966年文革开始，已经成功地培养了相当一批积极分子。正如在这些斗牛鬼蛇神的照片上显而易见，人物之间出现了2个阶级截然对立的2大阵营，而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关系。虽然有贫富之分，却是同一个民族；虽然有生属不同，却是同一种宗教。但如今2个阶级的界限不但被划分得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底层阶级第一次向上层阶级，尤其是向上层阶级中素来被视作珍宝，藏语称为仁波切的高僧大德举起了拳头，发出了怒吼。为什么会这样？王立雄在《天藏西藏的命运》中对此的分析是：这是因为西藏的新统治者中共明白，由于没有阶级斗争，传统西藏社会是凝聚为一个整体，统一在宗教和民族的旗帜下的。那2面旗帜都举在西藏上层社会手中，外来的汉人是无论如何抢不到手的。因此要想分化西藏社会，争取底层藏人，中共必须竖起另一面举在自己手中的旗帜，那就是在藏民族中发动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专长，如果变成以阶级划分世界，西藏的民族与宗教的一体性就被打破。为此，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指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然而，积极分子当中有不少类似流氓无产者的人。一位藏人剧作家说，有些人品行很不好，评判时没收参判人家的过程中就手脚不干净，而他们都是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财阀冷生，即资财者和庶民这样的人。一位从城关区机关退休的藏人说，一些居委会干部以破四旧的名义拿走了寺院和贵族家里的很多东西，砸寺庙的是那些人，抄家的是那些人，发财的也是那些人。但也出现过假装积极分子、假装造反派，实际上是保护自己民族的文化的人。一位多次挨过批斗的牛鬼蛇神如是说，尽管这样的人并不算多，却难能可贵。据闻文革期间，日喀则出了一名很有名的造反派头头。当十世班禅喇嘛在文革后第一次返藏，早已做官的此人痛哭流涕，拿出几个麻袋，里面装着历代班禅喇嘛残缺的
法身和其他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这批珍藏成为后来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合藏灵塔的主要装藏之宝。当然，在积极分子里面，真诚的、坚定的、热情的投身革命之中的不乏其人。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摄影家德木汪鸠多吉深有感触地说，在那样的年代，有不少人是真的出于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而去那样做的，也有不少人是别有用心，实际上前者更多，还有不少人完全被迷惑。我在文革当初也对毛主席的语录迷信得不得了，认为他的每句话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至于有没有说错，以至于跟着做错，这在当时很多人是想也不会想到的，只有过了很久以后才会有所醒悟。我发现现在很多在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以后变得很痛苦，甚至有个别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